港女着 bra 企街揾高人瞓胸，天氣咁凍，竟然喺條街度除淨胸圍底褲。佢係自稱喺香港讀大學2年班嘅劉同學，話見內地樓價高，所以要求高人獻計，令樓價喺農曆新年前暴跌。如果有人做到，佢就胸部當枕頭，俾高人瞓8個鐘。佢感激係因為自己一直同家人租樓住，係高樓價嘅受害者。即將要逼爾啊嘛，我自己都要面對呢個問題，所以我咪用呢個方式讓大家關注多啲咯。咁內地民眾又接唔接受呢一種行為藝術呢？可以，為什麼呢？好像它貴了嘛，它高了嘛，你是漲下降一點好嗎？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就比鳳姐漂亮一個女孩的一個炒作而已吧。樓價過高，樓市過熱，困擾咗內地民眾好耐。如果高人有橋，一早用咗啦，使乜等你個枕頭空啊？